2026年呢，有一個大部分人唔知嘅投資方法，唔係買股票，唔係買基金。而係抽新股，唔使你識睇 K 線圖，唔使你識分析財報，你只需要識得揀新股咧。最緊要睇兩樣嘢，第一，認購倍數。打開你嘅券商 App，每一隻招股嘅新股咧都會顯示呢一個數字，佢代表幾多個人搶呢一隻股票。我嘅做法咧就係招股期通常3到5日啦，等到最後一日先至睇，過咗100先考慮入手。2025年認購倍數過100嘅新股咧，10隻入邊咧有9隻首日升，唔過100嘅接近30%直接跌穿招股價。同一個動作等多2日先決定咧，結果完全唔一樣。第二啦，板塊唔係所有新股咧都一樣受歡迎嘅。有一個最簡單嘅判斷方法，打開港股新聞，睇下最近邊個板塊日日有人講。今年上半年啦，係 AI 同埋機械人啦，呢類新股上市咧，基本都有人追嘅。反過嚟講，如果一隻新股嘅板塊咧，你喺新聞度完全揾唔到，咁大概率咧冇人係會理佢嘅招股嘅。舉個例啦，好似最近上市嘅唐師傅同埋華源機械人，同一個禮拜上市，一個超購5000倍，另外一個咧得60倍。上市當日自然一個升10幾%，另一個咧就跌50%。而且咧抽新股有一個好處，抽唔中1蚊都唔使蝕，抽中咗咧覺得唔對路，上市當日咧就放得啦。不過記住一點，過去數據咧唔代表未來一定得。呢個方法咧適合練手，但係唔適合瞓身。你嘅第一筆投資咧學到嘅永遠比賺到錢重要。如果你都想試，第一步咧就係要開一個券商嘅戶口。我自己用緊嗰一間抽新股免手續費，連結咧放咗喺我嘅個人主頁。下一條片咧我會講新手抽新股最容易踩嘅3個坑，追蹤我唔好錯過啦。